凯米台风强风暴雨来袭，重创各地，但风啸雨声在台南北区丽人国小屋顶上却变成旋律。住在附近大楼的民众随性在阳台观看台风动静，意外发现学校屋顶像是会吹口琴。其实这栋建筑是丽人国小斥资1.5亿新建的幼儿园，以历史对话为主轴。橘红色的屋顶融入古迹大门意象，入口门廊的气窗还能看到学校的人人精神。我们是用木构造的方式来兴建的所以说进到校园里，进到教室里面，可以感受到那个环境非常的清新光线也非常的明亮非常适合我们幼儿的小朋友来读书来学习，创造自然朴实、安全的幼儿环境，也荣获今年最佳规划设计卓越奖的肯定。幼儿园8月启动招生，从5班增加到11班，其中2岁专班就有4班，总共216名学生，可以说是招好招满。教学方面也跟着提升，因为我们是采学习区教学，所以原本是一个班级就是顾好自己的学习区。现在我们的学校已经有一个班级，有2个班级，他们已经要试做大学习区。所谓大学习区，就是2个班级要一起共用那些学习区，那他们的教具就可以更多更好。另外，配合教育局延后照顾到6点，中央全面补助寒暑假每月最多收费2000元，让丽人国小幼儿园吸引许多从安平、东区和南区的学生来就读。记者杨寿怀台南报道。